好，我係生日群組嘅生日媒體以及宣傳大使鄭浩文。今條片主要係想帶大家去宣傳關於我哋慶祝生日群組嘅資訊。首先呢，就係每當有群組成員生日嘅時候呢，我哋都係會為佢提供最好嘅一個生日禮物，為佢進行一個最好嘅生日慶祝。同埋呢，我哋時不時都會進行一啲活動㗎。逢禮拜日呢都係會有去嗰啲教會嗰啲活動啊，即係同Sunny羅志森佢哋一齊去嘅活動嚟嘅。仲有我哋禮拜六都係會舉行一啲嘅慶祝活動，例如10月24日同埋10月24日呢係會舉行一個獻禮活動，即係關於教會嘅。不過因為大埔火災影響呢，就唔會進行啲唱歌嗰啲嘅活動嘅。而且羅志森呢做總統都係會請管理員食飯嘅。不過嗰日呢，我就因為屋企人呢要帶我去進行露營，所以我就去唔到啦。呢個都有啲唔好意思嘅。係啦，我都會繼續去幫呢個頻道去進行更加多個宣傳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去為佢了解更多關於我哋頻道嘅資訊。多謝。